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2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他是拯救的上帝。经文要读诗篇68篇1到35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是上主，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诗篇68篇20节。弟兄姐妹，这一首诗篇是献给上帝的赞美诗。诗人是因着上帝拯救他的子民，诗人强调上帝如何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经西乃旷野，进入应许之地，又拣选卑微的锡安山作为他的居所。在传统上认为这一首诗篇是大卫作给将约柜由俄别以东移入耶路撒冷时颂赞上帝的诗。借着祭司抬约柜起行，在象征颂赞上主他的看顾与百姓同在。他带领百姓出埃及，走过旷野的道路，最后进入到锡安城。当上帝的约柜抬入大卫城里，表示上帝荣耀的同在，凯旋进入上帝所拣选的城邑。那诗人也引领我们来思想，我们为何要赞美上帝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颂赞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如何看顾他们的生命，又带领他们走过旷野的道路。在经文圣经出埃及记描写说，他们在那边40年，衣服没破，鞋子没破。在旷野，上帝也供应他们每日的饮食。第二个，我们要看到颂赞上帝的供应。上帝日常的恩典，他降下雨水，他使干旱的土地得到润泽。他也喂养以色列人，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以仁慈看顾这些贫穷人。第三个就是称颂上帝，他如何帮助他们追击敌人的威势，如同下雪。第四，庆贺上帝在悖逆的人当中，好显明他的公义与慈爱。第五方面，我们要来看诗人引领我们看见上帝的拯救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位上帝不但过去曾经帮助他们，现在仍不断拯救他们，叫他们击败敌人。他也借着约柜住在他们当中，他拯救人脱离死亡，但是他也惩罚罪人。这是对群体来看。那对个人，我们自己来看，上帝是我的神，是我的王。诗人用这样的角度来提醒我们，他也是你的神，你的王。因为上帝看顾每一个人的需要，他施行诸般的拯救。对以色列国来说，以色列的立国能力都是上帝所赐。对列邦来说，上帝他行了大而可畏的事，他配受敬拜尊崇。因此诗人他在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敬拜图像，他邀请以色列民，邀请世上的列国来，你们都要来向上帝歌颂他的荣耀。
他本在诸天之上，他却又抚救卑微的人。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位奇妙的真神，他的信实广大，所以怎么不令人来敬拜称颂他呢？我来默想，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得胜的神，他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死亡，正好像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世界和死亡的权势。那他的得胜与救赎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降世成为人的样式，彰显天父上帝的慈爱，为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活出永恒的盼望见证，吸引人来认识你，归向你。愿万民都来敬拜你。我们要将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见。